in cui i danzatori devono tenere in equilibrio una cosa sulla testa durante tutto il spettacolo. 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块广阔的土地，那里便是新疆。历史上，新疆的艺术文化一直处于一个极高的水平。西藏文化源远流长，并与汉族文化相互交流，也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舞蹈文化相互影响。Di musica più diffuso in Cina. Liuto, giusto, un applauso!
之上，黑夜。同样也感谢这次活动的主办人帕里萨提、艾兹买提、泰斯兰提，也感谢他们的全程策划以及安排。来，掌声再次送给他们3个。那么最后呢，主持人最后要感谢就是在场所有来宾的到来，感谢你们能百忙之中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，来体验到这里。没有你们的掌声，没有你们的欢呼声，也就没有这么隆重、这么美好的晚宴。来，掌声送给你们自己，谢谢。